台南桂林街红霞出国省呢，6月初6是办社书宴，学生囡仔是家己煮食，请老师来食，也嘛结合在地这食半年圆的礼来感谢老师的教育之恩。有这项活动呢，唔但是实践实用教育，嘛教学生知影讲爱惜好。 囡仔透早开始洗菜切菜，准备一项毕业前的任务。款好势了后，应该葱仔先落去啃芳，兼两落去炒，出来再搁啃肉，甲菜放落去，规间教室芳公公，学生食做总铺西。点是桂林安华自国小6年的学生一手包办社书宴，有寡学生搁家己传料加菜。桂林农会家政班嘛有30个志工来甲学生小放盘，囡仔甲煮好的炒饭亲手送给老师。你厝里无煮过，然后今仔日来这学习。 然后感谢老师这6单来教育。我觉得我很怕切到手，因为我家自己是在市场那边卖猪肉，然后我平常有时候就是我不太会下去帮忙，然后可是我也很想学。把我们的平常我们在家里面会做的那些，就是讲的比较家常菜，会教小朋友怎么做。活动嘛结合在地文化，校方嘛趁机会，互囡仔食半年圆这项传统习俗，向定平安顺利。校方讲今年拢算5个班，囡仔要煮好60位老师食到。这个老师讲看到囡仔家己煮一出菜，兼练捌在地文化，心内足感动。讲咱的老祖先吼来到台湾的时阵，因的一冬其实是食2摆圆啊。因伫这个半冬的时阵吼，会过这个半年节。咱知影讲先民因过这个乌水沟来到台湾的时阵，其实迄轮生活是真艰苦。 所以呢，会当过半冬吼，是听讲会当大家互相恭喜啦吼，互相祝贺。咱希望嘛，这个礼俗会当加含咱的教材内底，或者咱的这个囡仔以后会记讲咱这个先民因的生活会无简单。桂林区农会指出，这项活动唔但展现学生对老师的感谢，嘛落实实用教育的精神。校方嘛讲，学生学煮菜嘛学文化，1兼2个，也培养因的独立甲惜好的心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